據報，經修訂嘅建築物管理條例第28條及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例喺本年1月1號生效之後，有保險公司藉部分業主立案法團下稱法團不熟悉新規例嘅內容，向該等法團聲稱其購買嘅第三者風險保險未能符合新嘅規例要求，因而額外再購買保險，導致該等法團多付保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如何加強向法團宣傳新嘅規例，以免法團喺唔清楚新規例嘅內容情況下誤購不必要嘅保險？多謝張議員嘅提問。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例下稱規例，已於今年1月1號正式實施。有關規例強制規定業主立案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旨在減低一旦發生意外嘅時候，業主需面對巨額賠償嘅風險，同時亦為公眾提出更好嘅保障。規例規定第三者風險保險保單嘅承保範圍須包括法團就大廈公用部分及法團財產，而就第三者身體受傷或死亡而招致嘅法律責任。保單對每宗事故嘅最低承保額為1000萬元。為咗讓業主立案法團以及公眾對新法例有更深入嘅認識，民政事務總署採取咗多項措施，積極宣傳新法例嘅內容，包括一，喺2009年開始，總署舉辦咗多場研討會，向市民介紹同埋解釋規例嘅要求。各區民政事務處亦都夥拍香港保險業聯會舉辦宣傳教育活動，講解法團購買保險時嘅有關須知，至今已經舉辦超過100次活動。第二，總署為新規例製作咗電視同埋電台嘅宣傳短片同埋聲帶，以及印製小冊子，重點列出規例嘅內容。第三，總署喺去年12月初同保險業聯會召開記者招待會，解釋法團喺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嘅責任，以及需注意嘅事項同埋步驟。總署亦喺去年12月下旬同聯會舉辦咗3場地區論壇，了解法團投購保險嘅最新情況，並就法團喺論壇提出嘅關注，即時同保險業聯會跟進。